下来继续来看云林县在地人关怀协会小介着每一年元宵的重要风俗灌家酒，希望透过解说，让囡仔了解传统文化的意义。由老师向囡仔说明灌家酒的风俗，嘛分享伊拔到的平安菇，让囡仔摕回去做点心。仑背乡乐处社区伫咧元宵节时，有当年保留这灌家酒的活动。刚刚教我们灌鸡酒的习俗，灌鸡酒是家里有生新丁的话，要拿鸡去拜。云林县在地人关怀协会长期投入在地文化保存和环境饮食等等的议题，尤其亲像灌家酒这真有历史意义的风俗，要让少年世代的人理解伊文化价值，让他们亲身参与这个祭典的一部分，那其实也就是让他们可以参与我们文化传承的一份子。协会嘛计划用在地文化做主题，将相关故事整理做剧本，让愈侪人熟悉诏安文化特色和魅力。Hello， 我是主播王韵竹。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